名放牛啊，根本不是啥个平和家庭。神父也想压杀刘青，呵呵，他现在没计划比来结婚，所以做事家两只白子我一我，神父我无人多加罪。我当时刘青啊弄得挺上的，所以说我也去听高线。那样我们自己做副总管嘛，我总归旁边是高线的事。一边讲那弄10岁联谊他吧，所以吕青大个口门来了，我神父长他长了后头好有理，那么忙着目的上想了来寻张水来，哪寻得上？张水来当初对西游不了谁努力举起来，现在人让他听我方往相扶，那么吕青怎么啊想不到个样？哎，那么讲着。能于是现在高山也不记他个的，哪能发的？为是能现在我们当时还为周费高涨，所以他们就和讲，我们高山幸福上，要是那天接走，妹妹去才说啊，你还打等我去。那么刘青为是个能要出门，才真的是等我去了。可现在辰光中福记的白子能得不大好去啊，白子能生活来源吧，那么给他中收这个中国了这个语文功底，那么为不细心了呀，为啥这个肯定是搞高山涨水来了呀？哎，没计划大美口中里，统统在干不里，这呢他过去弄点第5年吧。做女第5年都不弄两个，男第5年们3点海，啥地方男东搞不了我里呀？所以刘青们去弄死的男女第5年，总10多个人，口口门干，当当实操个，大多数么恶对阿毛娘姨，那么非高张稍微有点生气了，一年一个武器，嗨。刘青们心事重重，想想是搞真正困难的。他3岁来从小一个村上，青梅竹马，2小无猜，还曾经们还是3妹也跑得有大了，不晓得结婚小夫妻不能够出赛。3岁来高大杭州高不成我，只有最大最八的这个偏房小菜。自高大自杭州就只有吕氏家我们里向这个阿四，趁就只有公职在我达3岁欧中王来养子子女，就只有喊哈子3日到4人8路不常虚实不了3岁来到自高达3岁来做夫妻，再能不记他了，哎，爸爸太对能女子小铁子，哈哈，7、8能现在。高下也不是弄得落得几个字啊，真正是个口名哦。李和白骨真是够来问是大个
今谁来不应？他是不开为谁玩？这是现等女牛抽他进在身，他了解相思来去谁人？你的脾气希望是能要抽，两个对东在在高涨。一年的个武器，可个三个慢慢加动起来，三个动起来，整个根本就要垮倒。其他是滴滴匆匆能够跑，呀呀有女家深深，绿青他西山美的自下山，可能有车马了马为得最龙山，呀呀有女为得家人山。离开你落山，眼睛一闪，能叫啥落山了？那么绿青能肉车落山，没一火能肉肉三角还是落山，也都同一个样。没一火在于当时，就是也听绿青走能个甘肃先生，那么能落山了，应当也属于教育了。而且他吕青刚是吕先生，明朝我能跟来的书房街里向读书，我发了2份功底，一份送过，一份就是甘肃先生基本功底。这吕青想，各个些狗嘛，叉有余，往事是贴不忙，什么呀？那么以后在他农期讲，什么人啊？明朝来的书房里跟吕先生读书，介绍牛肉先讲讲。你讲我读书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啥个要求讲？是我要打牛车一旦跟吕先生读书。哼，在你忙忙，牛车啥人的？王十八人又高后代，我养了半边的为这要8岁呀！我干了是同的娘里3个睡觉又读书，天下是讲没个中体感。那么说能啊，乃是三家。那是你我的，你们怪改，你们谁改？我的不知道读书改，你非都反在，甚至粗心笨手，说接说怪，说接说谁，你不懂什么？我只晓得，我已经打理他不想个，我一个字到书房开始读书嘛，我说我太义气，你不许你打个未来去读书，根本我挖不到，哪么也是这问？63个时候根本也讲不清爽嘞。看他我是往真头比你想一直还答应了。我抽虽说不读，白纸三条们一道读书。刷刷一起在地身，金石万启蒙读经人。怎么了？3日前天日人慢慢将他读起来。那么牛车尾作为这个不读，2个爹娘跟吕青读书后，2个爹姑嘛实在聪明，吕青嘛好不容易是哈，现在讲起来教育方法嘛也是得当，2好并1好啊。圣人家有属于他，他领肌肤一披心，因为私生意根据这妇女心。那当中有个男的，告诉我的父母的，挖心挖地，哦，
几年下来，两个小娘不得了。刘青想想，哦哟，再干个几年，我要干不里去，我先生也不叫我上去夸赞。这两小娘天资聪明，所以刘青们呢，努力搞的搞出来了。那么以前天才搞勤奋，还有人搞勤奋搞天才，勤奋没定下去。那么我个人认为，与此天才还要勤奋，但是天才结婚要紧，但这勤奋不天资，你随时用功。不可能成为大家，像你事实上你不为人工都想大，你比较聪明，那么再搞精神，那么呢灵光的，你让讲你的思想是有聪明，就是用功，17岁跟最牛的20岁创造讲的，那你或者是谁要想讲你的思想好的，是不是类似？所以我们认为呢，聪明也把了前头看，有人可能不同意，你别补贴，那你们那国家得去解释呢？我不连广东不能改革呢，你还干不成呀？你语气里还是不成呀？所以说两者不可缺一。哦哟，光阴迅速，心是光阴容易够，只一件16成。眼睛一傻，16年过去了，肉肉肉臭已经冬年17岁，现在肚里想设定好，或者面孔不要记得了。这个肉肉小小，身材高挑，一上舞台里，十分丰满，五官端正，眼睛有点绿汪汪，鼻头有点高松松。那侬是个头头高松松，眼睛绿汪汪耶！你多个娘个金榜三套子样了，还在个文学儿，漂亮的领儿有扎公的。我臭姑娘，哎呦，娇小玲珑，身段杀条，风暴杨柳，哈，皮肤雪白鲜嫩，一代姐妹花啊！出生长大，越比越坏，一张人生，一公公，又是个灵风，都是马叉人。王这把两个双胞胎儿子，王玉碧、王玉辉已经19岁了。在任大公子王玉碧，中一帮高牛先上课第一。二公子王玉辉中第7名，杭州在此名望普普。你老师吧，非高张牛肉牛臭那龙太子王这帮两儿子身了，我你都一不认得个，打不了马上就要认得在。三如一日必相识。家梦不成知音，男与心，女与心，恩恩悠悠呀结人情，故而不来提起一声神，不就这样嘞？牛肉馅教会的当着大公子王玉碧，一代青年男女一见倾心。非些等到上台的预告，都要做夫妻，好等容易啊！所以要弄出不少事体来。那商牛有么的，大家听出点味道来。那么今朝啥个日讲？今朝是8月8日，中秋佳节。在高场书房里向，吕青的故事说下来。那么吕青今年几岁？50岁。加上50岁的吕青呢，已经有点头发带色。50岁嘛，那已经来到这样种强调，过去的人啊，不像现在的上岁，生70过来起，40岁一个就不是老年岁。再说吕青已经心情不好，
心情不好，一个人容易了。吕青有几桩心事，第一桩心事，这个张水来了，失中分心上，看上去夫妻不为旁对一个人。第二桩心事，男女抽水了睡觉半边，分能够相认，这个不对。实际你同在陪高当少天不人，小辰光有辰光去。大力讲，露露一个头，说牛臭啊！我不是那个瑶瑶，那些眼睛在那闭啥闭啥。那么肚子还人，肚子呢，因为你打三条，已经同吃同进，单独的出机会啥？唯一的人这个男是要离开大牌高中，开牌高中是要有房子，要有田地，那生活要有来源。那么实际下来嘛，还有一定的积蓄的，准备嘛去挖个金地，弄个去盖房子，达到人之能力开大牌高中。第三桩事就是没计划，实际你们的后生想不像啥第五年的事体，分担功夫去干法，不是愿意也不必。文业教育上呢，有辰光呢是还蛮难个噻，为的就是我该个事体干不出来，就是该他。不能再等下去的，是不是？再一么水浪同改个难节，哎，房子带进看下的，哎，第一么还看中自己嘛，准备人这个男大力离开他，达不到没计划事的，一定要想开来。哎，但是不机会了，啥地方男已经打个三条，一打来一打去，再不讲不来这样，男要说才三个这样，嘿。这是替他弄法，所以让释放你上配一生。那这乃是释放门个推开，进来一个人，不是本人肉抽个人，肉抽水里向吐出一只盘，盘里向一只盆子，盆子里向包含4张个饼，下在里向一看，哟，先生了唉声叹气。啥体家不开心喂，但里向布袋浪向放一放，吃起张三里门，笑泪水声。哦哟，能来的，说你为白了水里经常说是看头子啊，是让他不是看夸完，哎，布袋里忙忙，你那看见是我已经讲过吕先生，你应该叫3个父亲大人。我再叫3个调调，哪个说的我晓得你是我能力，怎么分想到我随时的亲生要来要吕先生不找吕先生而且是10几年来的哟。哦，原来有臭姑娘。先生，请用月饼。哦，多谢姑娘了。哟，先生，你想说对我学生子太客气了。我从前个书都是你改的，而且我是改到个小小乌头呀。当你送本我并没分内就是用不着晓得个，这山子里隔了一些嘛，拖着一张空布准备也追着。要弄也追着吧，眼睛努力黑了。有错啊？先生正呀。今朝机会还个，啥第三条回来你狗子来，让我趁这个机会。大李刚欣赏，我无奈欣赏要该打不是很难活，要侬要离开他自闭之地。跟我分成上来就讲，有错啊！我无奈要叫，不应该非好干，要慢慢叫铺吧，四大举神，非要接这个。好，有错啊！一般受不了讲话。是。本子里向4张个病。拿出2张来，那报了自家门的本子里留2张个大本子推到里面的。有时啊，这月饼我与你分而食之。不，雷先生啊，这月饼乃去某吩咐，特地送与你先生的。东高娘娘关照呢，带不我们吃的，那么带不是我们就是我不着了，现在我周送不来了。有错啊！机会没来得给，今朝不我不中秋佳节，
但你一来吃个饼，分享这个氛围，可是啊。等你刘先生地上开张之前，肉臭面孔那个电用登时显示。对个，今朝耍个日家，帮我搬，都有知识，放在天冷的辰光，但是我无得耍人去投入。我不个听上爷娘心上介绍，里头来了耍啥货，谁不晓得？16年来寄人篱下，等了给他做这个先生屋头，你家不喊个。虽然说肉肉先生，但我讲亲自没什个。但是个问女东高，唯一称到流浪的东高称呼，你都不知啥个道理。但我总是冷冰冰，恶狠狠。是不是留下来个解决代替的还没意预料？我抽想起自个身世苦难们，等是面对紧锁，低头奔语。哟，侬三家当伤心是吧？呵呵，要抽啊！哎，你有好水吃啊？心事重重，难道身子不好？并非。祖母对你不好？也不是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想起今日乃是中秋佳节，不能与亲人同席，因此嘛，受伤不久。该觉悟不能实在是心里一样，是的。今朝帮我搬我了想着爷娘，如果爷娘为了思考那个事物，你都不心下来了想着我。雷先生啊，被你说对了。呵呵，有错啊！我本说你是16年前祖母收养的后小生命，你深深的父母在于后此，你可不一下哇！奴亲不知呀。呀，我不就都问他完，你这个狗儿呀，自个手是拿我的写的呢？哦，怎么想呢？呵呵。我原来告诉你，这个16年他那老子的白高涨，我欧中一经常帮你，一经常帮你。今朝是体在他那钢琴上，根本当初不能上来谁讲，我是你的父亲，跟我去退一得手，慢慢加杠上去。没错啊，我不来打中中国告诉先生。你做一个屋头，我们他那家同病相怜，没错啊！我是实在妻儿。你们少双亲，冬日天涯人落神，命运相同皆如此，一样的痛苦，一样心。你的身品好，貌端正，根基胸中有人情，可惜是流落在此足下身。你们思念双亲上辈子，口之下你的娘真不你亲生恩，
他们一思女，一日来之间。小娘想来想着日子，眼里呀若是针对这个晓得我了给他翻高涨，谁是想很不用个呀？谁是老？终日耍少介绍一三封是非在蒙三经啊！我那当多娘子是蛮个的，我你在当来见你一个讲，错多少？哪好刚上去的？我错啊！你不要这样讲了，有种事体想不到的哟。你们识人天涯海角难相见，识人要相逢，是非在梦三间。送来世事难逆了，说不定你们亲人相会了一生，你们父女相认，谁猜这屁事神
对你妈妈，我俩对我，呢阿东，啊，牛臭听到开到没眼。就说雷先生老讲说牛臭啊，你非要这样背过呢，说不定你的妇女马上就也排队着。我哪怕要去排队？那现在我要了耍啥货？你雷先生写的个，你起身来嘛，雷先生。莫非你吹血？有点什么的？那还得你讲的？有日你风上的你起来，水路牛臭水，抓一步。可不，你马上讲呢，我那个药，太激动了，心动高速，接到智囊把门，哎，我不出来呀。那么你不开不出去，失望门嘎嘚推开。我对进来的人3人称呼，今年还要30岁了，昨天厉害来付出了年子呀。如果不该的，听见书房里向有人讲唱，今朝第叫又不来读书，哎呀，这一听嘛，肉臭大个吕青郎都讲唱，我们推开了一口，哎呦，也是怕嘞，头明。老弟子我先娘睡着了还，你让人不是点这个呢？啊，哼，人到理想嘛，要出啊！可见的称呼嘛，面孔长得了羞红啊！我的是说，原来是春花姐姐。哼，今朝嘛也不是读书人家。先交回来嘛，你再给他来做啥家？啊，举母吩咐，来与雷先生送着月饼来的。哦，这个妇人官招来带月饼来的，我带着月饼还去是吧？老了给打雷先生来高位同广场。哦哟，谁打谁我猜来子了，你都打你管？是的，好事。听来春哥讲这两句闲话嘛，哎呀，哪位人？姑娘面孔上个羞红嘛，得。马上希望啊是出去。哼，吕青玉看么那个头明明三个干高兴，再不来眼睛被子上来，那爱的提醒来么我们当农经讲清爽的，那么呢说叫这提醒来我下趟再给机会。哼，这种闲话也难听啊！我们都带你落来海，谁打水我猜来子了，个牙猜太浓个水啥个不可以？那么我倒不懂的。称呼啊，你们这个老虎队，我们这个小虎队，都才是这个虎队呀，吓人呀！你那一点点不家具固定的呢？谢谢帮这个东高娘娘们欺瞒我个农三角，还弄不清爽。我刘青男子也弄不清爽，说的你带个东高三角忠心耿耿，这当时牛臭王大把弄的，叫机会嘛，谁要弄送你？刘星晓得讲，弄得不钱嘛，一夜的夫人搭起个主人，农三角妇孺都为也吃苦的。我来带你告诉吧。哦，这生活的第不一样我哎，跟你我们家里批文章们，我让门里爱上不懂的大货，那边弄错，哼！加上自批2个人，往正搞里去了。那么说起来，那称呼嘛这个武队，吕青毕竟是给大家苏先生啊，各位是中国身高要比那个，你要尊重3分哦。这个称呼哪个吕青很得要很不得，我特里去看牛的。这不讲到被高中红光，这个吕青好得不得了。说题嘛，神父是这样，那么你都3不够什么？看把你在看不中，这一个吕青30多岁。你没等呀，读书人，那高初没进进跑到看上去嘛，死特个的，那么你3个是官府了，那么自家嘛，那政府已经私于批命了，还3个过户了，那么2高的拼当马是没的，那么想自家嘛上大不太白，那么中国还看得上一个，晓得个，那么是有读书人，我们后头我们要低吹低个。所以做出种事态嘛，买天然铝青，有辰光我到房里向，我要调戏铝青了这个。不晓得铝青真正君子，一代
张水来一往情深。再说你当初打个神父搭档，要弄自个叫啥？你还不是什么？所以有辰光神水弄个称呼么够出来，你别那个听你说，称呼么那么爱之深恨之切了。今朝看见个模型，这么想想流出来不做应该。10多年门的，我带上门来，你抬出去，为了30-33，为去打个小娘告诉你噻，你不晓得你就是妇女之仁的药，要我错流出的不叫错不上，怎么了？你肉臭，总要娘的吃点口水，为什么独立个的气再够不出的？假说你来打门的火讲，这才有话你的要隆诵如此，我来拿嘛，倾听何有？神奇天大天大